再来看桃园市这几档社会主体进度合慢，北投的3号社会主体已经延前超过1档了，厂商是方发4800万。市政府表示讲，北投3号的社会主体已经开始验收，上紧9月份民众就当搬入去住。一栋厝已经起好，位于桃园北投的3号社会主体，2018年动工，原定自年底要完工，煞延到今嘛，已经超过1年。出租了后，也一直无法度住入去，引起市议员的批评。我是认为说虽然是延宕了因为这个不是只有社宅3的延宕，几乎是每一个工程都延宕，但是品质真的是最重要。我是希望品质一定要做好。这个工程一直延，无依约规定伫预定日期完工。那按照计划，发债上限是总工程费用的2%，厂商上悬会当方发4800万。主体发展处表示，最近几年是受到疫情，也有欠料、欠工等影响，造成建设工程延后。那因为这个部分的话，还有涉及到说整个受疫情的一个影响，还有相关变更设计的一个履约的一个状况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机关目前也正在审理他们的一个展延工期的申请。主体发展处讲，因为厂商有提出天气因素、疫情等因素，申请延，所以罚款金额由原的审核资料中。另外，北投3号主体已经完工展开验收，预计上近今年9月就会当开放住入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